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西方的医疗护理教育什么时阵开始伫台湾出现？台湾的医疗制度搁安怎为日本式的改做美国式的？大学内底什么时阵开始有护理系？接下来我放一段台湾女性人物群像的第4章头起生护理发展的简介给大家听。这本册的若放伫节目的说明内底，点入去有更较详细的介绍。医疗护理海外工作的经验，每个社会拢需要有人照顾破病的人、有岁的人甲细汉囡仔。再来，这寡照顾的工作拢是女性的负责。嘛，因为是足世上的石头，就毋是一项社会认同的专业。护理师是19世纪才有的职业。会出现伫台湾是甲西方医学的发展有牵连。西医对外国传教士来到台湾，第一个来台湾的医疗宣教师是英国长老教会的马雅各医师。1865年，伊伫府城开办看世界医院。看世界是迄时府城上闹热的市街，马雅各伫遐甲人看病甲做礼拜。这间是台湾头一间西式的病院。几冬后，1871年的年底，马偕医生嘛来台湾，甲马雅各2个人，一个伫南部，一个伫北部，开展医疗宣教事工。台湾西医教育是为教会开始。日本统治初期，长老教会创办的中华医馆，甲台南的新楼病院。总共训练过100外的医生，这医生参加政府考试通过，就会使变做限地医，就是有资格伫有限的期间、有限的地理范围内，甲人看病。后来总督府设医学校，训练出来医生已经够业，就无阁承认教会医学教育，教会才停办医师的训练。早期的护理训练也是对教会开始。来台湾的传教士为着照顾病人，训练一寡台湾助理。后生大部分是男性，毋过查甫护士敢若伫早期出现一段时间。后来护理就是女性专属的职业。到后来代代护校创校的时，第一届招10个查甫，无招女学生，原因是泌尿科、精神科甲手术室需要查甫助理。刷落来，第2届就因为宿舍甲课程的安排，无阁收查甫学生。1901年，马雅各医生第2个后生马雅各2世嘛来台湾宣教。伊的牵手上德师就是护士。因翁仔某2人伫新楼病院服务22冬。后来嘛有受过护理训练的外国女宣教师，像列伊利姑娘、洪碧基姑娘、乌马玉姑娘来台湾服务。教会训练医师，也培养护士。1912年，台北的马偕病院成立，就是列伊利姑娘负责护理工作。隔冬病院成立护理部，列姑娘做看护副长。开办看护妇训练班，这间也是你帮助接受护理训练的学校。列伊利姑娘是台湾护理专业化的头人。西医自日本时代开始推广，甲人医病也豆豆变成一个名声甲社会地位真悬的职业。要入去这道也变困难，足出众的女性才有通入去医学校读册做医生。毋过伫医疗领域有2个专业，自日本时代就是女性的职业，
一个是散步，一个是护士。这两项自古早就拢是女性在负责的工作。有开班训练甲考试制度，互接生甲看护变做专业，是为日本时代开始。日本时代有3个培养护理人员的系统：天主教甲基督教的病院、台湾总督府设的看护妇养生所、日本赤十字社台湾支部办的救护看护妇养生所。总督府是1897年伫台北帝国大学的病院设看护妇养生所，简单培养日本人做护士。1902年规定加收入1档就会使做散步，因为日本护士甲医生要和台湾人讲话袂通，而且护士嘛无够，所以1907年就另外开办一个互台湾人读的看护妇速成班。起头对入学的学生无啥物要求，后来是平均教育程度提升，就要求毋若着捌字，阁着参加考试。尾后愈来愈侪人要读，试题嘛愈来愈困难。迄时的训练是公家出钱，阁有通摕到护士执照，所以足侪人去考。迄时护理师是女性职业内面真专业也真受人尊重的一项。1924年，总督府开放私人病院开办助产妇讲习所，无论伫倒位学习，只要摕到结业证书，就会使申请开业。另外阵无受过训练，毋过有通过官方考试的人，会使发一张开业证书。总是无受过医学训练的人，真学通过考试。所以这款人大多数是有接生经验，毋捌上过课的护士来参加考试。日本时代护士训练是培养医生的助理。战后的国际援助改变台湾护理教育，互护士毋是简单做助理。1950年代，美国甲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来台湾，斗规划新的护理课程。互护士成做看护照顾专家，甲医生做伙照顾病人。国外援助一面赞助物资、设备、器材互病院，一面邀请台湾的护理工作者出国进修，提供奖学金甲办理护理教育的经费，互台湾大学甲国防大学的护理系。护士的专业甲地位提升。这个变化是日本式的医疗体制改换做美国式的制度的关键。迄时要伫台大医学院内底开办护理系，校务委员并无支持，因认为照顾病人是大家人拢会有的经验，拄着就会晓。这么简单的工课伫职业学校教就好，毋免就变做大学教育。台湾受到国际组织专家援助的时阵，病院内底医生甲护士大部分是受日本式的训练，袂晓讲英语。少数会晓讲英语、读过美国学校的护理师，就较有机会展现因的能力。但喙玉甲自信心两人受到重用，毋那是因的能力比人较好尔尔。因一方面是伫圣路加女专接受美国式的护理教育，拄好甲中国内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体系的护士较好衔接。另外一方面，因的英语能力是比别个台湾籍护士较好，要甲外国内的援助人员直接较容易，所以因就负责重要的工课，有机会先去国外进修。刷落来要紹介的这3位女性，那对台湾的医疗发展有真大的貢獻。因的一生，互咱了解伫100多當前的女性是安怎下心神伫因的專業，也看到因骨力打拼工作進修的樣貌。因的生命故事，也會當看到政治環境對個人生涯所造成的阻礙。國際局勢甲政策互因的機會。下面要紹介的第一個女性蔡阿信，是台灣第一個女醫師，伊家陳翠玉甲尹喜梅10外歲。一個是佇日本統治的中期就開診所，
另外2个是伫尾期才开始伫病院服务。因3人的故事展现台湾为日本时代到战后威权时代的医学变化。对蔡阿信的故事，看会到西医制度甲散步教育的开展；对陈翠玉的故事，会发现台湾医疗体制为日本式换做美国式的经过；为温希梅的经验，会看到战地护士的训练甲战后护理教育的发展。伫迄个年代，政府对民众出境的管理比即阵加足严格。伫日本时代要离开台湾就申请，战后戒严的时阵要出国也有限制。毋过，一本册内的新女性真侪已经有出国的经验，有的去日本、中国，后来嘛有去加拿大、美国留学甲做工课。若是为蔡阿信、陈翠玉甲温希梅这3人的一生，因3人拢有出国的经验，因的医护专业，互因有出国训练服务的机会。这个经验也影响到因个人的家庭生活。上明显的就是温希梅，伊为着追求护理专业，本地就专心要转移做工课，无按算要结婚。也因为伊无结婚，战争的时阵，伊去广东、去南洋，搁煞去高雄服务。有需要伊的所在，伊就会去。陈翠玉是甲德国人结婚，出国搬去南美做工课，后来退休住伫美国。蔡阿信离院了后，去北美洲，伫遐熟识伊第2个翁，做伙住伫台湾，后来才搬去加拿大。咱人刷迁拢是为着找找搁较好生活。陈翠玉甲蔡阿信会离开台湾，看起来是为着家庭，搁较济是为着要避免白色恐怖的威胁甲政治打压。这本册对每一个女性专业领域的发展有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大家若是对这本册有兴趣，请用节目说明内面的链仔来注文台湾女性人物群像。今日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